后来由这个中华职棒退役的球星周思齐所率领的山羊兄弟队，今仔日来参加到世界壮年运动会棒球的比赛。周思齐笑讲，这支队伍主打身体健康，进行是复健诊所，大家只是想要振动一个调身体。啊，这场的比赛是16-0，台湾队大赢日本队。赛炮出击，无人敌，周思齐冲出去！伫天母棒球场观众席，伊阁听到熟悉加油声，球迷拢是为了熟悉旧党的前兄弟球星周思齐来。周思齐的那个球，没错，还有周思齐的帽子。就东问西问，看有没有人希望跟我一样4点起床。对，4点早上的台中，然后再看一下6点多的台北，然后来看一下周思齐。人气真好的周思齐，就算已经退休啊，不过犹原有一个人透早起床，就是为了要看伊拍球。伊甲山羊兄弟队报名拍世壮运的棒球赛，虽然无先发，不过有手臂甲控球。险险来一支大打满分炮，周思齐讲，球队为2月份开始训练，而且伊差不多全勤。这支队伍的精神就是主打身体健康的。调身体有点像中医哦，复健诊所。你是乱讲话。山羊复健诊所，就是大家可以动一下这样。找回那个年轻的身手。对，找不回的啦。青春的小鸟一去不复返，怎么会回来？虽然青春一去不回头，不过这支5虎中勇的球队有真侪退休的球星表现真好。先发投手是前兄弟队的吴俊义。投2局无安打，要过去国家队上客林汉对上日本甲组园的大师队，无拍出场内全垒打，也不伊走开来，敢若一忝。跑完之后快要不能呼吸了，然后里面一直说要拍手，说先等我一下，真的不行。我刚才那个甲子园大师他们有约我们，他们说2027他们那个约我们去这样，他们要报仇。退休的棒球人团员无简单，大家做伙伫世壮运活动筋骨，甲球迷见面展现爱棒球的心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